第一個 case 咧，其實係有2次詐騙嘅，即係俾人呃咗2次，中完又中啊！咁我哋可以從個內容分享咧，睇翻轉頭睇下有邊啲地方咧，其實會係容易受騙咧。嗱，就係講緊咧2024年5月。到2026年嘅1月，即係有年半嘅時間咧，係啦，係佢係經歷咗呢個騙案嘅。係啦，嗱咁2024年5月咧，一名騙徒啦，化名汪書琴啊，嗱你叫汪書琴，你就小心。哇！你係琴棋書畫喺度，哇！聽個名又書又琴喎，點解咧？其實有部署嘅嚇，可以假扮一個女性，主動透過 Facebook 咧加入個事主為好友，並展開聊天。嗱呢啲就係啲騙徒咧。第一樣嘢做嘅就係撞啦，撞啱你同佢傾，咁你只要一搭爹咧，你就已經係有機會上吊噶啦。呢一個咧係一個61歲嘅男教師嚟嘅，係啦。咁啊佢好中意咧中華文化同埋啲慈善嘅，係咁就啱啦。咁就啱晒啦，慈善啊最好噶啦，係啦，哇咁有愛心，梗係唔呃你呃邊個？咁所以咧就即刻傾中華文化嘅嘢，咁啊改個名叫汪書琴。琴棋書畫齊晒啦，仲有汪阿姐嘅元素喺度，係嘛？熱咖啡，跟住有呢個汪書琴咧，就係同呢位事主咧話，不停分享我自己好中意做慈善㗎。我話不如咁啦，阿男教師，有機會我同你一齊去尼泊爾度做慈善啦。嗰度啲人好慘㗎，如果我哋一齊去，你話幾美好咧？開始咗呢個關係，跟住繼續延續呢個關係。經歷咗4個月之後咧，汪書琴就開始咧就係佢部署嘅精密嘅計劃啦。呢樣嘢咧，亦都係當你面對住有機會係騙子嘅時間咧，你要留意，因為一定係行第一步咧，就要打開嗰個錢銀嘅嘢啦。係啦，咁咧，佢就話啦，佢自稱咧就係話佢嘅小姨，某間公司嘅執行董事嚟嘅，多年嚟咧就幫佢投資獲得穩定嘅利潤。嗱，記住一樣嘢，投資有贏有輸。根本就話，如果你投資好多年都未輸過，年年都穩定收入嗰啲咧，我覺得9成幾係騙局噶啦。既然我個姨仔啊幫人投資咁叻，阿汪書琴就建議個男教師，喂，不如咁咧，我哋一齊開個聯名慈善戶口，聯名戶口嚟做下慈善嘢咧，咁啊將投資嘅錢。咁我賺到錢咪做慈善，咁我咪可以就再做好多好事咯。係啦，喺2025年嘅10月咧，就跟住汪書琴嘅指示，係啦，就將啲錢就入落個戶口度。係啦，阿男教師啊，其實咧我個姨仔咧做開呢啲大生意嘅，嗰啲客咧都係啲專業投資人士啊。你嗰啲我哋嗰啲金額太細啊，幾萬美金啊，10萬美金啊。原來佢唔接受啲細額嘅client㗎，不如咁啦，我哋夾埋。搵500萬美金，500萬美金，3000幾咯，成4000萬喎。係啦，我哋擴大嘅投資規模，做善事，福有攸歸啊嘛。係啊，咁啊，事主最初咧就表示只係投入現有嘅資金。哎呀，跟住汪書琴就賣慘啦，唔係咧，嗱，我咧就係自己咧已經問人借錢啊，擺落阿姨仔嗰間公司度啊，唉，又賣呢樣，又當嗰樣啊，你唔係要我一個女人仔孭晒成條數啊嘛，男教師做善事係隨心噶嘛，點會係借錢嚟投資嚟到賺嗰嘅錢做善事啫？哎呀，阿男教師，男人唔可以唔得噶，你唔好淨係我女人仔做晒噶嘛，你唔係唔得啊嘛？係啦，一講話男人係咪唔得咧？男人就一定要得噶啦嘛，係嘛？咁啊，又再說服咗，又再打錢入去啦，又再打錢入去啦。且呢啲你話要2萬5蚊美金，我開戶口，我已經知你係咩料啦。但係佢將後尾講到500萬美金喎，由2萬5蚊美金跳升到500萬美金。大家如果係正常人都知有啲蠱惑啦。不過佢因為投其所好，再加埋賣慘，跟住咁再加埋咧嗰個汪書琴呢個騙子咧，呢個號稱女人啊，呢個騙子咧就話：喂，其實咧你擺落去咧11月咧。就可以連本帶利攞翻晒噶啦，跟住咧點知去到12月又點咧？係啊，攞唔到啊！攞唔到啊！要攞有辦法，你俾多300萬啦。嗱，要做咗手續費先至可以攞翻啲錢噶。嗱，通常咧就應該好多人都會醒覺㗎。係俾錢落去嚟到先攞翻我應得嘅錢咧，咁佢都知道受騙啦。係啦，咁啊佢自己用佢自己嘅方法。
佢冇去報警嗰時，佢就上去網上邊揾啊，如果俾人呃咧，可以點做咧？可唔可以追翻嗰啲騙款咧？係咯，喺2026年嘅12月底，卒之俾佢皇天不負有心人，網上或搜尋到可以追回騙款嘅律師行。阿林律師啊，我咧就俾人呃咗啊，我唔知可唔可以有方法咧，就係追翻啲錢咧，定可以同你追翻。係啦，今日個律師話咧，我識得啲黑客嘅，我 hack 翻佢戶口，攞翻俾你咧。係啦，嗱，不過咁要俾錢先。係啦，上金先為格外留神。我作為律師做埋呢啲嘢，你就俾咗40萬，我去做呢啲嘢都要喺嗰啲手續費啊，要揾人做黑客都要俾定啲錢上金先為㗎嘛。咁啊，林律師就話咁啊，阿藍教師諗住，咦，我如果用40萬可以追翻500萬美金。有數為喎。嗱，呢個咧就係騙徒嘅第2條橋啦，就係你因為話俾你聽你要攞翻嘅話咧，你就要再俾錢啦。你打你嘅電話暫時未能接通，咁就係唔見人喎。咁啊，結果咧，阿藍教師咧就係喺網上邊揾到林律師都有個地址嘅喎。上去律師樓揾佢，我上去大吵大鬧，律師樓啲人點都要怕我㗎，香港都有法治啊。結果地址都係假，就係咁啦。即係俾個汪書琴呃完之後，再俾林律師呃。嗱，即係其實咧呢樣嘢咧，我哋應該當為咧一件悲慘嘅事嘅。即係呢個男教師可以遇到一個情騙，跟住係話投資，再遇到一個假律師，咁合共咧就係損失咗180萬，佢先至去報警喎。會唔會係太遲咧？係啊，即係如果你係遇到懷疑騙案咧，我做晒功課，我係警察嘅好朋友，係18222防騙熱線，再睇埋。提防騙子由你開始，即係其實咧好多時，我覺得咧，即係除咗喺呢個世界上面好多騙徒咧，騙徒手法層出不窮之外咧，係由自己開始。